后来乡亲啊，今仔日是正月初9，天公生，台南的台湾天坛天公庙来坐叉的香客。这个金纸是炖甲亲像一座小山峦。另外，屏东的玉峰宫同款是人客人，庙方准备3万份的寿面，要甲大家来结缘。庙埕广场金纸贴甲悬，现场拜拜民众人山人海。庙外庙内闹热滚滚，因为旧了正月初9天公生，伫咧台南的台湾天坛天公庙，昨暝11点来真侪信徒，互庙边卖金纸业者生理贺甲变过。刚刚拜拜的嘛，帮天公祝寿的。庙方发的100包开运红包，真紧就发完啦。就算过程人坐甲 AA 定，佮排队占位，信徒拜拜心情嘛是心花开。屏东玉峰宫嘛真闹热，庙方佮提供。参过咧菜香果的食材，炒甲香的万寿面，要含信徒结缘。寿面有3600公斤啊，高丽菜呢，我们有4000公斤的高丽菜，预计发放给我们在屏东我们的市民随时都可以来提供做请。厨师从昨天晚上11点就开始在做一个前置的香菇爆香整夜整个晚上没有休息。拢总3万份的万寿面，为透早10点半开始，发予民众食免钱，顺续求一个好运气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